今日係2026年1月10日，我哋繼續妙法蓮華經500弟子受記品嘅研習。首先三聲法號先。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好啦，繼續睇落去啦。經文提到佢話，於是佛告諸比丘：汝等見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否？我常稱其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亦常歎其種種功德。即係咧，而家佛陀就開始向大家介紹一位準備受記嘅阿羅漢，就係富樓那。咁富樓那有咩特點呢？就佢係最善於同人說法。亦都咧，平時係積集好多功德，即係呢包括兩件事。第一就係咧，佢本身係喺嗰個教義方面好純熟，所以佢能夠同人説法咧有個辯才無礙。第二咧就係咧，佢亦都唔係單得個講字，能夠咧同時有解有行，喺行方面咧佢能夠積集好多嘅福德好多功德。咁喺《楞嚴經》始章所就提到啦，佢話關於富樓那提到佢話告諸比丘問已見否者，即係咧點解會問話大家見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否呢？佢話欲其真見滿持，希望大家真正係了解呢個人。所以呢見嘅書唔係話咧見到呢人，係了唔了解呢個係咩人？不可以聲聞是之也。呢個富樓那或者叫做滿持子啦，表面上係外現聲聞相，但係咧。我哋唔好當係一個普通聲聞，因為佢其實內秘菩薩行，所以佢話啦：諸子皆能説法，為持滿為最，為滿持為最。即係咧，其實唔係話淨係得富樓那懂得將佛法同人演繹，其實每一個阿羅漢，佢哋都係親證咗咧，自然能夠表達翻佢哋所證嘅境界出嚟嘅。我哋睇下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周利槃陀家一個最冇記性嘅人。如果你睇過關於嘅卡通都知㗎，當佢開悟之後，一樣可以同比丘嚟説法，説到好多比丘都為之感動嘅。所以唔係話某啲人懂得説法，某啲人唔懂説法，其實每個人都懂，爭在佢所講嗰個嘅技巧各方面係有幾純熟啫。而咁多人之中呢，説法能夠最能夠讓大眾有所體悟、有所了解嘅，以滿持子即係富樓那為最殊勝。故云說法人中最為第一。嗱，其實呢度我經常強調一樣嘢嘅，唔係做比較，即係話咧，滿持子本身喺說法方面咧係表現得比較出色，並不是話咧佢真係排咗次序呢個第一、第二、第三的咁嘅。現常稱者，填下佢話我常稱其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啊嘛，亦常歎其種種功德，有兩個常字啊嘛。所以點解叫常咧？我佛法中善能講說，分別義理。滿持子為第一，即係佢咧唔單止係某啲東西佢講得比較係能夠深入淺出，好多唔同嘅內容佢都能夠善於表達出嚟，所以稱為常稱。譯者例上之詞，所以咁啊，亦我常稱其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跟住話亦常歎其種種功德，即係除咗之外，佢另外仲做咗咩咧？就係咧話佢歎其能行。能有種種功德如說行持，即係咧，佢唔單止有講字，係能夠咧如說而行嘅。我哋有時中國咧講啊嘛，要咩知行合一啊嘛。你單單知而不行，同唔知冇分別。如果你唔知而行咧，就變咗咧盲衝直撞。要既知而行，嗰個最能夠得到最大嗰個嘅實益嘅。呢家就係講到啦，滿持子佢對佛法融會貫通，所以能夠係說法人中最為第一。而佢唔單止咧。講咗就算，佢自己亦都親身去身體力行，能夠培種種嘅功德同埋福德。當然啦，功德同福德一般嚟講，作為俗世嘅福報嘅就福德，作為菩提資糧嘅就功德。即係咧，佢亦都懂得去積集種種嘅菩提資糧。有冇問題呢？好，我繼續嗰度。精勤護持助宣我法，能於四眾示教利喜，即係咧，富樓那喺修行方面亦都好
精進、好勤力。此外咧，佢亦都咧喺我説法嘅時候咧，係能夠作一個輔助嘅人，一個助理咁樣嚟到協助我去弘法利生。能於四眾事及利喜，佢唔單止能夠同居士開示法，亦都能夠同一啲嘅初學嘅比丘、一啲其他出家弟子都能夠讓佢哋能夠得益。具足解釋佛之正法，而去到佛嘅解釋咧，都係能夠有個正知正見嘅。而大饒益同梵行者，所以令到其他修行者都能夠從中獲益。自捨如來無能盡其言論之辯，以佢個辯才咧，除咗釋迦牟尼佛之外咧，除咗佛陀之外咧，其他嘅聲聞弟子都唔能夠即係辯論更加比佢更有辯才。當然啦，呢度所謂嘅自捨如來無能盡其言論之辯咧，係指聲聞眾而計。大家聽得清唔清楚啊？係咪唔清楚啊？咩啊？大家聽有冇問題先？所以呢度所指嘅無能盡其言論之辯，係指阿羅漢之中嚟比較，佢係最殊勝嘅唔包括嘅菩薩啦。好啦，所以你話咩叫做護持雲者呢？為遮實行聲聞，不令破法也。有啲聲聞眾，佢本身亦都係好精勤修習，不過呢，佢只係自己修行，未必能夠輔助佛陀去弘法利生。舉例嚟講，大迦葉尊者，其實大迦葉尊者本身係一個辟支佛，一個阿羅漢嚟嘅，佢唔係佢唔係變為一個菩薩嘅，所以佢平時點啊？佢唔係跟住佛陀周圍去弘法利生，而且匿埋深山裏邊，自己喺禪修去修頭陀行噶嘛。咁所以呢度就係咧，為遮實行聲聞，就指嗰啲佢本身係專心去修行嘅人。當然我經常都提過，其實佛法係需要兩種人嘅，一種係弘法利生嘅，一種係實修實證嘅。點解啊？如果冇人弘法利生，冇人唔知嘅。你就算你個修行有幾高境界都好，只係你附近嘅人知，其他人唔知道有呢法門，唔懂得去修學，唔懂得嚟揾力。但係如果你一味淨係去同人宣揚佛法嘅時候咧，你自己冇咗實證，變咗咧你所掙嘅錢，好似智者大師佢都講過噶，如果佢唔係要領眾要弘法嘅話咧，佢所證嘅嗰日會再高一個層次噶嘛。佢只係去到五品法師位，如果佢係自己專修可以去到六根清淨位，個差別就喺呢度啦。佢又如般若從佛轉教，即是助說。例如喺般若經裏邊，有時都會提到富樓那將佛陀所說嘅般若經咧解釋翻其他人聽，解釋翻其他嘅居士啦、其他嘅聲聞弟子聽咧，呢個都叫做助宣。示教利喜者，為轉教菩薩，是以成佛之利，教令歡喜也。所以佢個轉教唔單止係教俾居士，教俾聲聞弟子，亦都教俾一啲嘅發菩提心嘅一啲嘅菩薩。當然呢度一般嚟指凡夫菩薩啦，地藏菩薩唔需要教令佢哋咧能夠咧更加清楚、更加肯發個菩提心，行呢個菩提道，令到你亦都有信心行菩提路。所以是以成佛之利，教令歡喜，係指呢方面。又如如來初中後說，皆明正法，滿持從首至尾，皆能分別，即是具足解釋，借言顯理。即係咧，佛陀所說嘅法，初分、中分、後分都係符合佛法嘅。呢個初中後分可以有唔同解釋。一個解釋就係咧，可能係例如人天乘、解脫乘、菩薩乘，係咪分三個唔同嘅層次啊？咁人天乘所說嘅同菩薩乘所說嘅之間冇衝突，係人天乘係作為菩薩乘、作為解脫乘嘅基礎嘅，所以佢都係正法嚟嘅，而唔會話咧，好似有時我哋將啲外道法混入嚟佛法咁樣，佢講嘅人天法同佛教嘅解脫同佛教嗰個嘅明心見性咧，
之間有好多矛盾呢，嗰啲就變咗初犯，唔係正法啦。同樣地，佢喺講嗰含經嘅時候，講嘅係一啲解脫成嘅法，但呢啲法都能夠同後邊菩薩成嘅法即係銜接嘅，唔會之間有咗個衝大道，呢為之初分、中分、後分咧正法。所以呢度亦都我基仲有提個問題嘅，就係咧，雖然佛陀出現於世係基於一個目的，咩意思啊？佛陀因何出現於世啊？為開示悟入佛子之見。所以佛陀係為讓我哋能夠懂得如何明心見性，如何能夠見翻世間實相，先至嚟到開示俾我哋。佛陀唔係讓我哋能夠將來生到人天善趣，唔係為咗讓我哋能夠單單出嚟生死輪迴。點解啊？因為生到人天善趣嘅好多唔同嘅信仰、唔同嘅宗教都會提到如何來世唔使落三惡道，如何來生能夠生到天上無量天福。亦都有啲嘅信仰，有啲修行方法，讓你能夠唔再喺生死輪迴之間嘅。例如，當然未必去到究竟啦。例如，佛陀兩個老師教你如何安住喺無想定裏邊，安住喺非想非非想處定裏邊。當然我哋話唔係喎，嗰啲仲係六道輪迴，不過時間好長啊嘛，84000劫上好長嗰段時間都唔再生死輪迴。乃至好似中國道教教你如何去修行成為一個神仙，能夠授予天體嘅，咁即係從一樣好似得到解脫咁啦。嗱，呢啲所以即係話咧，我哋單單係想生到人天，唔使啊，唔使，我開始講咗，我唔飲茶嘅，除非真係突然之間個口好唔舒服，因為呢個係我師父傳落嚟嘅，我哋要尊重步伐，冇必要唔飲水嘅。咁完咗之後都唔使飲啦，係咪？以前我師父講經從來唔會喺中間飲水嘅，會擺杯水喺度，係以防萬一。你突然之間可能咳兩聲，個喉嚨好乾過啦，你唔飲唔得。嗰時咪救命噶嘛。如果唔係嘅話，唔會中間你又飲下水啊，講下經。我哋唔係傾閒偈啊嘛。所以開始咗之後唔使斟水。係啦，即係講到就係咧。佛陀嘅目的係讓我哋能夠成佛，能夠見翻世間實相。所以而家呢部《妙法》你講得好清楚，唯有一成法，無二無三。唔係教我哋成為一個天人，唔係教我哋成為神仙，唔係教我哋成為一個單單一個暫時離開生死輪迴嘅境界。咁不過其他宗教、其他信仰、其他修法嘅人有呢啲方法嘅話，點解我哋佛陀仲要講翻呢部分呢？咁佛經裏咪有人天法噶嘛？有教我哋五戒十善係嘛？有教我哋37道品如何放低執着，能夠出嚟生死輪迴噶嘛？咁其他方法有，其他信仰點解仲要教啲方法呢？因為嗰啲方法雖然都能夠令你離開三惡道，能夠令你暫時遠離生死輪迴之苦，不過呢唔能夠銜接到一佛成嘅境界。中間呢有啲衝突嘅矛盾。最簡單舉例嚟講，有啲人都話我，即係提咗問題，喂，你中國都講人倫啊，講呢啲教我哋點樣去做翻個人噶嘛，係咪？咁又教我哋點樣去孝養啊？咁點解我哋佛教又要另外又講啲關於孝順嘅經典呢？因為兩者有矛盾啊嘛。其他宗教講嘅孝同佛教講嘅孝係兩回事。比方上嚟講，而家人家其他宗教嘅孝講唔講來生嘅？父母在不遠遊，父母寫報，跟住咧最多就係咧守孝3年，跟住咧就春秋二祭，係做咁多嘢嘅啫。呢啲對父母有冇幫助啊？儀式做個樣，佛教講嘛，我哋要度父母嘅話咧，即使佢寫報則，我哋仍然能夠做咗功德回向俾佢哋。最簡單，盂蘭盆經，你每年盂蘭盆供能夠令到父母生到忉利天一劫。嗱，呢啲係其他宗教唔會教你噶嘛。如果你唔明白到嘅話，你話大家都講孝咗，點解我哋佛教嘅孝同你唔能會通呢？再者，其他嘅講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咁即係唔使出家啦，係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即係你唔好剃咗頭髮啦。仲有頭先講話父母在不遠遊，咁即係你唔可以離開家庭去出家修行啦，因為離開家庭你唔會
以前嚟講唔會話出街就成日翻屋企噶嘛，而家交通方面先會嘅啫。咁即係你根據外教所講嘅孝，你就唔使自出家，三樣唔做得，又唔可以離開屋企，又唔可以剃頭髮，又咧唔可以唔結婚，咁你點搞咧？所以好多時表面上係差唔多，好似就有善都係佛教講善啊嘛，十善啊嘛，十善業，布施、持戒、養、精進，唔係嘅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呢10樣。但其他人講善係唔係呢啲嘅喎？講五倫同我哋佛教五戒同唔同啊？兩回事嚟噶嘛。五倫講嘅人同我哋不殺生唔同。人你即係你能夠了解人，從人嘅角度去睇就人。但係從我哋佛教講嘅唔殺生又同唔同啊？人可以殺生嘅喎，人只係對人嘅又唔係對動物嘅喎。講義係咪等於唔可以偷嘢咧？我哋佛教講偷盜，人哋講義等於不偷盜，係嘛？你可唔可以做過咩？用嗰啲劫富濟貧叫乜義啊？以前你睇武俠小說嗰啲咧，咩怪口之梅嗰啲咧，啊，係咯，咁嗰啲叫義啊嘛，係咪？但係從佛教嚟，喂，你偷盜喎，諸如此類啊，咁你睇到其實我哋有時為咗避免太多爭拗，叫做求同，講出哇好似差唔多咁啊。其實你如果我哋學嘅時候，我哋要傳義，明白到兩者唔係同一回事嚟嘅。仁義禮智信同殺盜淫妄就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大家嗰個涵嘅範圍有啲相同，但係整體嚟講係兩個唔係交疊嘅兩個集嚟嘅。好似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如果我哋唔明白嘅話，我哋就以為其他人所講嘅呢啲人天乘嘅法，乃至聲聞乘嘅法，同佛教所講嘅法係相似嘅。咁我覺得呢個方法好啲喎。例如你唔講人天乘啦，講解脫乘啦。咁我走去修到我能夠成個神仙，咁我都係唔使生死輪迴或者壽於天提啊嘛，即係唔使死噶嘛。即係跟佢哋講啊，壽於天提嘅意思就係咧，只要呢個世界唔消失，你都唔會死嘅。咁即係等於佛教嗰個提生死輪迴啦。咁但係你由神仙可唔可以成佛㗎？唔同嗰回事噶嘛。所以好多時咧，如果佢係人天乘，唔能夠行出去解脫乘嘅，唔能夠稱為初善；如果係解脫乘，唔能夠行至去菩薩乘嘅，唔能夠稱為中善，而唔可以稱為正法。所以呢度所講，如來所說，初係正法，人天乘正法；中解脫乘正法；後菩薩乘都係正法，咁樣先能夠一貫嘅。所以呢就話啦，如來初中後說皆名正法，而滿條子從首至尾皆能分別，即係佢好清楚知道佛陀邊啲係講緊人天法，邊啲係升解脫法，邊啲係菩薩乘嘅法，而之間如何銜接，滿條子知道，佢唔會將一啲外道法混咗入嚟佛教嗰度。呢條係所以稱佢為能夠咧，係能夠具足解釋，自然能夠表達得清清楚楚嘅，唔會令人誤解咗嘅。呢就富樓那嗰個嘅點解話佢説法第一個原因。由你入道即是饒益同行嗱嘅問題啊嘛，而大饒益同梵行者啊嘛，咩意思咧？就係咧能夠讓大家能夠明白到個佛理，嗰個整個嗰個義理，而從中令到大家修行嘅時候咧唔會走咗冤枉路。同行即指二乘，二乘之行，俱以梵稱者，以金經會權歸實，非為二乘，乃至散善微因，皆當成佛，亦得名梵故。咁呢講嘅同行者咧，咩叫做同梵行者咧？嗰梵行係指二乘嘅人，因為咧二乘嘅人佢就咧唔再對世間有種種貪戀，離開種種嘅貪求，呢個為之梵。嗱世俗有梵嘅，例如我哋知道色界天所修嘅梵行，因為佢哋離開欲界嘅種種飲食男女上面呢種種嘅慾望。不過咧仲有一個嘅期喺度，能夠講色界天裏邊能夠安住其中，能夠喺禪住為樂，係嘛都有所求嘅。不過佢呢個未去到解脫，而二乘人就直情咧對於六道生死佢都要厭離嘅。兩者佢係咪有個唔同層次啊？即色界天只求唔落三個道啫，而
阿羅漢要求就唔再生死輪迴啊，呢啲為之煩。所以如果從以前嚟講，令到你繼續生輪迴嘅嗰啲有漏善咧，都唔想煩。而色界天咧就只需要你嗰啲係唔係惡業，都係屬於煩惱，唔令到你落去欲界嘅屬於煩惱。兩者就有個層次分別。所以佢喺呢度唔，不過咧呢度所講咧，因為而家呢部經講嘅係會權歸實，權教即係所謂方便教咧，就係任何東西都會同成佛有個原因。所以喺法華經提到噶嘛，乃至散亂心如入諦昧中，一聲南無佛皆共成佛道。咁嗰啲係好微細嘅事，乃至小朋友堆沙成佛塔，以沙當飯供養佛陀。嗱，呢啲只要佢同佛法相應咧，都能夠成為將來成佛嘅散善微因啊。不過要睇嗰幾樣咧，都係同佛法有關係嘅。咁啊，捨除啫嗱，捨除也盡窮也，呢個就係琴日自捨如來，即係除咗如來之外，無能盡其言論，即係無能窮其言論嘅意思。即係除咗佛陀之外，冇人能夠令到富樓那係窮辯啊！即係講一講唔識接繼續駁落去，因為有時會我哋都要對問題噶嘛。你講得滔滔洪弁，第一俾人提出個問題，你就啞口無言，唔識答落去咧，嗰就叫做盡其言論。但係咧，依家提到富樓那就係能夠做到咧，人哋唔能夠抽秤到佢嘅，因為佢講嗰個法咧係同佛陀相應，都係正法，都係前後係一貫嘅。如果佢講嘅係，如果唔係依足佛法講咧，就基本抽秤到啦。人哋會針對佢講嘅地方，邊啲係唔符合佛法嘅，抽秤到，但係佢冇呢個問題。好啦，言滿詞洪詞例句，論辯非常，辯才相好，具中橫之才，運殺活之機。即係咧，你橫講掂講，你要讓對方能夠啞口無言嘅，讓對方能夠懂得去知道點樣去思考嘅，佢都能夠有呢個掌握到呢根基。除佛一人，除咗則須至此秋子，問如雲興，欲窮其辭，亦所不能。所以除咗佛陀之外，其他人即使如智慧第一嘅舍利弗，秋子即係舍利弗啊嘛，以舍利弗智慧問好多好多問題，都唔能夠令到富樓那啞口無言。所以問如雲興，即係唔係雲興唔係個人名嚟㗎，即係佢嘅問答多到概括範圍幾廣大都好咧，都唔會令到富樓那有啲地方係唔懂得回應，唔能夠之間係相應嘅。所以就問如雲興，欲窮其辭，亦所不能。咁如果舍利弗都唔能夠令到富樓那唔識回答嘅話，其他智慧不及舍利弗嘅阿羅漢或者外道能唔能夠令到富樓那詞窮啊？就唔能夠啦。據此則智萬群言，辯齊亞聖。所以咧，從此我知道富樓那嗰智慧咧係超越其他嘅阿羅漢，賢者阿羅漢嘛，辯齊亞聖。而佢嗰個辯才咧係同菩薩一樣。亞聖就指菩薩，一聖就指佛，至於佛咧就指菩薩啦。即其實富樓那辯才已經同菩薩一樣咁殊勝嘅。而前文又自以為於佛功德，但係咧佢自己好謙虛，佢覺得呢啲就係藉住佛嘅功德力先能夠有個辯才啫。有冇問題呢度？第一，會唔會講得回音太大啊，聲音講得太快啊之類咁啊？OK 哦，好，咁繼續啦喎。汝等勿謂富樓那但能護持助宣我法。嗱，因為嚟講，一般聲聞人只係知道一尊佛，頂多知道過去七佛，係嘛？咁而家佛陀就講啦，其實富樓那唔單止係今生成阿羅漢護持我嘅佛法，其實佢亦點呢？亦於過去90億諸佛所護持助宣佛之正法。即係話咧，其實富樓那係咪一個普通聲聞人啊？唔係咯。如果一般聲聞人，使唔使90億佛都未成阿羅漢啊？早就出世成佛啦，係咪？所以
又呢個都間接説明咗富樓那其實係內俾菩薩行，所以先至會咁長時間去一路係助佛弘法，而且唔單止喎，喺90億尊佛都係喎，於彼說法人中亦最第一，都係最辯才無礙嘅。嗱，呢度相應翻偈頌就話啦，今此富樓那於昔千億佛勤修所行道，宣護諸佛法。所以話呢，富樓那喺過去千億尊佛嗱，當然呢1000億同90億咧，好似有個差距，都係純粹一個方便表達嘅啫。因為佢限5個字啊嘛，如果你寫於昔90億佛，寫唔到噶嘛5個字，所以簡單就係咧，好多好多尊佛，咁而長我就講90億。咁其實無論1億同90億同1000億都係咩啊？一個極多個數啊，多到你數唔到咁多噶啦，1億都難數啦，係咪？所以呢度只係表示好多好多好多。你話到底90億定1000億咧？我哋唔好喺呢啲地方嗰度鑽牛角尖。O 唔 OK？ 啊，好啦，佢今此富樓那於昔千億佛勤修所行道，宣護諸佛法。所以佢喺過去無量劫裏邊已經係不斷咁樣去修行，能夠有所成就，而亦都助佛宣揚佛法嘅。為求無上位，而於諸佛所現居弟子上。佢點解今時今日仲現喺釋迦牟尼佛法裏邊呢？因為佢要追求嘅係無上位。何謂無上位啊？咩叫無上位啊？係啦，佛嘅智慧。經常解釋過，無上者係佛嘅意思。因為即使菩薩嘅智慧都仲有上，上面有佛；阿羅漢智慧更加有上，上面有辟支佛、有菩薩、有佛。所以佢呢所追求嘅唔係普通聲聞嘅智慧，係佛嘅智慧。而於諸佛所現居弟子上，所以而家善聞身，目的就係跟隨佛法，當然亦都幫佢弘揚佛法啦。多聞有智慧，所說無所謂，能令眾歡喜，未曾有疲倦，如與助佛時。所以因為富樓那已經係親近千億佛，所以佢聞咗好多好多嘅佛法，亦都咧有嗰個能夠引發佢嗰個嘅智慧，包括個根本智、後得智。嗱，其實佛法個理係一嘅，係咪？如來啊嘛，所有佛所證一樣噶嘛，點解要多聞呢？聽一尊佛同聽千億尊佛都係嗰個理啫，都係證翻個實相啫，點解要多聞啊？因為理係一，機唔一樣。佢要契無盡機，就要聞無盡法。等於我哋可能學電腦個原理好簡單，學識咗啦。或者唔好學電腦，你學一個程式，無論 Excel 啊、PowerPoint 啊之類咁都好啦。個理好簡單啫嘛，可能上2-3堂課學識啦。咁但係到用嗰時咧，我發覺要做唔同嘅東西上嘅時候咧，要用唔同嘅技巧去組合嘅。嗰啲你未接觸過，你就唔懂得用啦。或者有啲功能你未用過，你根本唔知道嘅。有啲人可以做個 PowerPoint 做到出神入化，有啲就好似我咁淨係得打文字嘅啫。咁呢咪就大家用嗰個嘅對 PowerPoint 個熟悉程度唔同咯。你好熟悉嘅時候，你可以中間好多啲，有中間插到電影啊，插啲音樂啊，插張相啊，或者中間做啲動畫啊，可以好多嘢出嚟。喺中間可以唔同色彩、唔同文字啊，唔同表達方式。但係你唔識嘅時候就淨係擺啲文字算啦。即係我都幾謙虛嘅。好啦，所以佢不單止有智慧、有根本智、有後得智，亦都咧能夠見聞過諸佛如何對唔同根基去説唔同嘅法。所說無所謂，既然咁，佢自然咧唔會擔心遇到一啲人咧有啲難題，佢係有所畏懼。當然，如果詳細講有所謂四無畏啦。咁簡單嗰隻咧，佢所說嘅時候，無論佢所說嘅內容、所說嘅方法，對方提問或者佢咧都能夠無所謂啦，即係辯才無礙。而所講嘅亦都唔會太沉悶，因為佢能夠應機啊嘛。佢知道眾生咩根基，説咩法先歡喜嘅，所以能令眾歡喜。未曾有疲倦，呢啲疲倦唔係指聽嘅人，
唔係聽到瞌眼瞓，而係咧佢不斷講咧都唔覺得咧唔想講啦，因為佢一路都能夠保持個法喜充滿，能夠一路説法嘅時候咧，見到眾生從中得益啦，能夠理到唔同眾生嘅時候咧，佢不斷會向呢方面做，唔會話有時厭咗，哎呀都係唔好講啦，講嗰扎嘢咁樣。而以助佛時，而咧佢唔係以佛嘅身份，佢有咩身份啊？外現聲聞相，以聲聞人嘅身份，以佛嗰啲羅漢弟子嘅身份嚟到幫助佛去運用佛法啊！呢個其實都係佢一種嘅點啊，一種嘅謙虛嚟嘅。佢唔用佛嘅身份，佢用阿難身份，咁樣變咗咧，佢唔會話自以為是係我嘢同我嘢，佢全部有根有據。佛陀想講乜，佢讓其他唔同根嘅人能夠得到了解。因為佛一音説法，理論上係眾生隨類覺得解，但係如果眾生個智慧唔夠咧，佢聞咗佢未必解得到嘛。呢個就透過好似富樓那呢啲咁嘅助佛宣揚嘅一啲阿羅漢嚟到，讓佢能夠知道哦，原來佛陀嘅意思係咁樣嘅，補充翻一啲佢哋中間唔同嘅資料。簡單嚟講，可能大家頭先提到所說無所謂，咁但係我知道即係佢説法無謂啦。咁有啲人唔知咩叫無所謂嘅喎，但係我又冇講喎，咁可能你解咗同我咩？哦，無所謂即係包括呢啲咁啦，咁跟住助佛宣揚啊。咁但係我冇講啊嘛，咁我當大家知啊嘛，咁其實大家都有可能大部分人知，有啲唔知噶嘛，因為四無所謂應該前講過啦。OK 啊，跟住睇翻啦，喺《法華經》主所嚟啊，提到就所謂互助我法者，不足以盡漏持之實，故以密慧、但能等解之。即係咧，如果單單話滿持子係助佛宣揚，咁其實呢個係所講不足夠嘅，因為所以佢話咧密慧、但能。即係唔好話佢淨係能夠護持佛法，咁佢講咩？因為佢仲護持咗90億佛嘅法產啦。嗱，你睇上面財先啦，密慧但能護持助宣我法，亦於過去90億諸佛所護持助宣佛法。所以呢個就表示話，佢唔單止做咁少嘢㗎，唔係今生先成為阿羅漢先至嚟到咧，以佢嗰個辯才嚟幫我宣我佛法。其實佢無盡劫以前已經係現一個阿羅漢身份嚟到宣揚佛法。所以好多護持佛法嘅呢啲咁嘅菩薩咧，有啲可能佛現菩薩身，有啲菩薩現聲聞身，都係自己降低個身價嚟到讓大家能夠聞到佛法，而又唔會產生一啲嘅分別心。之前解釋過噶嘛，如果古佛再來助釋迦牟尼佛宣揚嘅話，如果佢現翻實佛嘅身份咧，我哋有個矛盾啦。喂，到底話呢尊古佛嚟嘅喎，即釋迦牟尼佛嘅老師嚟嘅喎，例如觀音菩薩，其實觀音菩薩係佛釋迦牟尼佛嘅老師嚟嘅，但係佢現觀音菩薩，你就唔會覺得，會唔會觀音菩薩講先啱咧？釋迦牟尼佛講未必咁透徹咧咁，因為佢現菩薩身份啊嘛。但係佢話喂，我係過去正法明如來啊，成佛嗰陣時，釋迦牟尼都未成佛啦咁，你就覺得好似佢啱呢個咯，係嘛？所以呢度咧就係佢哋都會現一個比較低嘅身份嚟到讓大家唔會因為咁樣起一啲無謂嘅一啲嘅疑惑。佢話蓋欲眾知其本，知道原來咧佢已經係90億劫，而90億佛之前已經係成阿羅漢噶啦，否則佢唔能夠助佛宣揚噶嘛。亦於過去等乃略明本地之時，就咧講咗除咗之外咧，有個而家咧亦喺因地都做咗嘅好多嘅事情。准偈云：於千億佛所，今為90億者，以遠本妙明，難以取信。且約90億言之，互助正法等顯本地之事，與今無異也。嗱，根據《法華經》主講所咧，佢認為富樓那成阿羅漢成咗幾耐啊？唔知嗱，呢度經文講噶嘛，佢話准偈云：於千億佛所，今為90億劫，長行90億劫，以遠本妙明，難於取信，且約90億言之。咁即係話咧，其實從法華經主講所呢位嘅大德，佢覺得富樓那已經成就阿羅漢，能夠圓滿出嚟生死嗰個修行係幾耐之前啊？兩個選擇啫嘛，係咪啊？90億劫、千億劫，
二選一，有冇人估下啊？頭早都二選一啊嘛，你掟銀就咪攞銀仔出嚟掟，公就90，字就1000億咯。有冇銀仔啊？係1000億劫。佢話啊嘛，因為如果你講1000億劫咧，好多人覺得唔接受唔到啊。乜咁耐啦咩？所以講短啦，講90億劫啦咁，係嘛？佢話本來根據計咧，應該要1000億劫，1000億佛所已經係作法宣揚噶啦。不過點解長講90億劫咧？就因為如果講1000億劫咧，咁長嘅時間難以取信啦，大家唔信啦。咁反正不如講90億劫啦，大家容易信啲啊。即係有時我都最近啲人提出一個好低嘅問題啊。佢話到底文殊師利係七佛師定係諸佛之師？文殊師利菩薩，或者另外一個提出問題嘅，我盂蘭節係度七世父母定係歷劫父母？盂蘭盆供喎，知唔知㗎？你如果通常我哋跟盂蘭盆經係七世父母噶嘛，啊，所以有人問啦，咁係咪第八世超度唔到嘅咧？咁啊，咁就話啦，咁係咪文殊師利淨係度咗七佛，令佢學佛，冇第八尊唔係喺度嘅咧？咁其實唔係噶嘛，一七本一個圓滿個數，所謂七佛就你用數得到覺得可取信啦嘛。我過去七佛都曾經係因為文殊師利菩薩嘅引導，令佢初發心學佛。如果你覺得千佛，你就好難數啦。過去1000尊佛係咪真係都有冇啲唔係文殊師利菩薩引導嘅咧？咁就有個疑惑喺度啦。但係呢7尊佛你就能夠揾到啊，呢7個喎，佢哋確實除咗學佛嘅因緣係從文殊師利菩薩開始喎，咁你咪能夠取信咯。嗱，一次七世父母都係我話，如果我係盂蘭盆能夠令七世父母都能夠一劫收到忉利天嘅，咁你都話有個數覺得係喎，咁都合理啊咁。哇！你供一次盂蘭盆就無量劫嘅父母都能夠生忉利天，你覺得咪有冇咁着數啊咁？所以咪講七世咯。所以呢個就係啦。同樣地講1000億佛所咧，大家覺得哇好多喎，手指都數唔到。90億咧都好似億唔識啲90都知啊嘛。咁咪覺得好似合理啲咯。咁所以呢話係遠本明妙，難於取信。其實從呢位智長所，大家覺得其實應該佛來已經係1000億佛所都已經係做呢個説法第一嘅一個阿羅漢噶啦。OK 啊，當 OK 嘅啦。OK，下一個啦。由於諸佛所說空法，明了通達，得四無礙智，常以審諦清淨說法，無有疑惑。所以佢講咩啊？於諸佛所說空法，都係講緊呢個空嘅道理、緣起性嗰個道理，或者係離無自性嘅道理。而講得點啊？係明了通達嘅，講得好清晰，人哋能夠掌握得到嘅。佢得四無礙智，即係等前面所讀講得無所謂，得四無礙辯才，能夠經常咧常能審諦清淨說法，能諦者真實意思啊嘛。所謂世俗諦、聖義諦嘛，都係世間真實實相嘅真實。呢個常能審咩？即係能夠講得好清真正事實，表達得好清楚，而令到對方咧係唔會有疑惑嘅。好啦，所以呢度提到四無礙智，亦都叫四無礙辯。喺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有説明啦，可能大家都記得噶啦，不過方便補充下啦。四無礙智就係法無礙、義無礙、詞無礙、樂說無礙。法無礙咧就係你對於個所說嘅法本身文字方面能夠表達得好清楚嘅，能夠令到每部經章能夠融會貫通，唔會有矛盾嘅。嗱，我都講翻提嗰樣嘢啦。你講嘅同時係佛說嘅話咧，唔應該係兩部經章有矛盾嘅。如果佢中間你覺得好似唔能融會貫通咧，富能能夠讓你明白到點解中間你好似有分別，其實一致嘅。當然啦，如果另一部例如你拎住部佛經，拎住個道德經，喂，點解兩個唔通嘅咧？
咁唔通係正常噶嘛？因為唔同人説啊嘛。或者你讀部《論語》同佛經啫，點解有啲地方矛盾嘅咧？矛盾係正常嘅，因為唔同人講。但係你拎住兩部佛經，我拎住部咩經啊？《地藏經》同部《心經》，佢點解好似兩者同唔同啊咁樣咧？你中間佢就應該能解釋俾得兩者如何融會貫通，兩者唔會有矛盾。雖然一個講空，一個講有，所以呢個就係法無外別呢方面。要我無外別就係咧，呢啲教法佢後面都有一個嘅要表達嗰個嘅義理出嚟。所以例如原理嘅道理啦、實相嘅道理啦，咁嗰啲唔係用文字能夠表達到，可能透過文字你要去了解嘅。我有時講法同義嘅關係係咩啊？法同義嘅關係就等於手指同月光。你懂得睇隻手指，未必見到月光。呢隻手指唔使睇就唔使望個月光。所以前面法無我就係能夠清楚講明呢隻手指嘅作用，義無我就係能夠讓你睇到個月光。詞無礙就係咧，你能夠嗰個辯才無礙，人哋用唔同嘅言辭嚟到表達一樣嘢，引唔同嘅例子啊，從唔同角度去説明咁樣，言辭無礙。落説無礙咧就係咧，你唔會厭倦嘅，你越講越快充滿，聽嘅都聽得快要充滿嘅，唔會講嘅話咧自己唔想嘅話，聽到對方咧冇聽到聽嘅，呢就咗四無礙智啊嘛，好唔好記啊？記唔記得呢部分啊？記得我。好啦，跟住後邊咧，剛才話由於諸佛所說空法，咩叫空法咧？咁喺《法華經》指咗所提到啦，空法形指般若，就指般若嘅道理。嗱，其實般若係咪等於空法啊？般若等於咩啊？邊個記得噶？何謂般若啊？聽唔到？智慧，乜嘢智慧啊？妙智慧啊！般若有兩種，一種共般若，一種不共般若。何謂共般若啊？空法咯。諸法原理性空，明白個空嘅道理，呢個係共般若。不共般若係明白個中道嘅道理。所以啊，共般若同不共般若就係咧空原理性空嗰個空嘅道理，同埋咧嗰種離兩邊嘅中道道理。嗱，即係圓融中道道理。所以話空法形指般若，而滿持於諸佛般若會上，不為助宣空法，且又於諸空法實能明了其義，能夠讓明，但能夠解釋俾人聽原理性空道理，亦都讓大家能夠明白到其中點解一切法係原理性空嘅。通達其理，簡非徒是口頭者比。咁佢都係講點解佢唔算口頭者比啊？咩叫做通達其理？咩叫做口頭者啊？咩啊？唔關事，唔關事。嗱，首先第一樣，呢度剛才講過般若有兩種，有共般若就係空，不共係中道。但係因為富樓呢個善嘅咩身份啊？阿羅漢係嘛？佢唔係善佛嘅身份嘛，所以佢講嘅般若係講共般若，所以主要仲有空法嗰方面。咁但係雖然你話講空都好，如果你自己唔能夠做得到呢嘅時候咧，都好容易將兩個空混淆咗嘅。一個係緣起空，一個係還空。緣起空裏邊有冇嘢㗎？生滅不斷嘅生滅，但係冇自性嘅，不斷都係變化之中。但係還空咧，乜都冇，一片空白。一般外道就將還空，而佛陀所講嘅空咧係緣起空，所以空不外有。如果外道咧，空就空，有就有，乜事？因為個阿羅漢講緊緣起空啦，跟住還空嗰啲係外道，所以阿羅漢個涅槃係咪還空嚟㗎？唔係還空嚟㗎，不過佢就阿羅漢嗰個涅槃係離開生死嘅境界啫嘛。如果佢還空嘅話，佢會唔會驚翻嚟生死輪迴啊？唔驚㗎咯，反正乜都空嘅，咁使乜驚咧？佢知道有
個生死輪喺度啊嘛，佢唔想翻嚟啊嘛，佢要匿喺涅槃裏邊，唔想再流輪轉生死啊嘛。佢知道呢個係佢離開元氣係安住喺個空嗰個境界裏邊啊嘛。講緊嘅點解佢所謂嘅通達其理，非徒是口頭者呢？你以前有個古仔噶嘛，有一個禪師，每個人去到請禪法嘅時候，佢都第一隻手指，咁呢，嗰人就即係開悟噶啦。有冇聽過公案啊？總之任何人嚟到問佢佛法，佢就第一隻手指，嗰人一睇到手指，跟住叮咁明白咗噶啦。咁於是呢，佢就有個小沙彌，就一路都喺師傅側邊睇住師傅。原來呢，有居士嚟問法話，佢就第一手指，咁對方會開悟嘅。咁師傅有事啦，要出去雲遊啦，咁啊同呢個小沙彌講啦，嗱，我而家出去雲遊可能1個月咁樣啦。咁呢段時間呢，你就幫我睇住間寺院啦。咁但係啲居士唔知道個禪師出咗去噶嘛，於是又嚟到請法。咁嚟到嘅時候呢，又呢個小沙彌諗啊，簡單啦。咁師傅人哋問乜第一隻手指？於是呢，咁有人問佢第一隻手指，哇！真係有啲人真係又明白咗喎，跟住走咗喎，佢好開心喎。咁個小沙彌諗啊，原來我都得嘅。後來呢，師傅翻嚟啦，我出去雲遊呢個月有冇人揾過我啊？咁有啊有啊。咁我就好開心講，嗱，當日乜乜乜講我啦，嗰時咧我又學你咁第一手指咧，對方真係開悟咗喎，明白咗咁。我話係啊，不如咁樣，我試問下你。咁又禪師問呢個小沙彌啦，所以一第一手指，個禪師做咗件咩事啊？係啦，切咗手指，跟住咁你有冇隻手指？你點樣定開悟啊？咁點解佢根本佢唔明白點解師傅喺邊一個剎那第一手指令到對方開悟？佢真係以為你第一手指就得啦。嗱，呢個咪就係徒是口頭咯，即係都係有啲人講佛法，佢淨係講嚟講去，佢唔理對方個根基嘅，唔理對方嗰個知見嘅，講嚟講到嗰堆嘅。咁有啲人可能因為就咁樣有所領悟嘅，算係好彩。因為咁樣咧，對佛法誤解咗，佢唔知道嘅。呢度就係咧，佢要通達其理，知道如何表達，令對方能夠得到明白。尤其是富樓那添，因為富樓那唔單止係演說第一，佢係説法第一。説法者就會遇到對方咩啊？嚟到挑戰你啊，嚟到問難你啊，而你能夠咧，讓對方能夠知道佢所講嘅係啲乜嘢，唔會咧因為咁樣對佛法產生咗一個嘅誤解，或者咧因為咁樣唔信佛法。呢個就係可以殊勝嘅地方，能夠通達其理，唔係得亂咁講一通，唔係就咁做個樣出嚟。佢頭先嗰個小沙彌嗰啲好多時會遇到嘅，尤其是嗰啲咧，我成日都覺得越中意把口唔停講佛法嗰啲咧，越容易呢種人，係嘛？有啲咁嘅人喺度咩？我真係識得有啲居士係㗎，你幾時同佢走埋一齊咧，佢都由第一句講做咩嗰啲講佛法，但係佢唔理人講，唔理咩人嘅，總之由頭都講嗰扎嘢嘅。但其實有時咧，好多嘢咩貴精不貴多，你能夠喺適當時候用佛法點一點，佢覺得嘢多過你講咗成個幾兩個鐘頭。我經驗係咁喎，有時就甚至我哋去到食飯都好啦，即係有時一齊出去食晏就係咁咧。喂，你見到佢講緊，但係一講到個根本冇心機聽嘅，反而佢有時對翻有問題都唔敢問佢嘅，因為跟住講一句咧，佢講翻1個鐘頭啊嘛。嗱，所以我哋記住咧，我哋幾時都要明白到佛法要能夠對機對理嘅話咧，係貴精不貴多，重質不重量。唔好諗住你由頭都講到人哋咧就咩講到精神疲勞啊，咁呢佢就會信佛嘅，唔會嘅。你越講得多，人哋越喺中間揾多啲咩問題出嚟，抽錢翻嚟最後添。好啦，得四無礙等為依所明了，轉教菩薩。就話咧，佢得四無礙咧，同埋佢能夠依據佢所明了嘅佛法嚟到咧轉教俾啲菩薩。嗱，記住呢個佢比較特別啲嘅就係咧，富樓那本身示現嘅係一個阿羅漢，但係佢能夠教菩薩。呢個似乜嘢啊？呢個其實等於之前嗰個長者喻啊，嗰長者咪走失咗個小朋友，之後突然個小朋友嚟翻，遇到個爸爸，個爸爸跟住點啊？首先佢就嚟做除穢工作啦，叫咩古仔啊？跟住之後慢慢咧就佢自己扮埋著埋除穢衣嚟到陪一齊做工作啦。跟住之後慢慢咧就好似好賞識咁啦，鼓勵升職啦，升下咧，
都係點啊？先到佢幫手管理庫藏嗰啲嘢，讓佢能夠明白到呢佢屋企裏面有幾多寶物，啲庫有幾擺咗邊度。嗱，呢個時候呢個小朋友佢知唔知道自己都可以擁有呢啲東西嘅？佢唔知道，可能就有嗰個長者話：哦，要攞個乜嘢出嚟，佢攞俾佢。咁成日覺得啲東西同佢冇關嘅，不過佢好清楚每樣嘢個用途放喺邊度。啊，呢個等於富樓那，佢對於佛陀同菩薩所講嘅大乘法，佢有聽過，能夠從中亦都能夠咧輾轉咁教俾啲凡夫菩薩聽。問題係咧，佢從來冇諗住自己都得，因為點解？阿羅漢以為自己解決咗啦嘛，好似前面都提過啊嘛。我以為我已經係能夠同生死得到解脫咯，呢啲嘢我係唔需要聽噶啦，係嘛？前面有提過嘅，唔單止富樓那、舍利弗都提過呢個問題嘅。所以嗰時我以為呢唔關我事啊嘛，我淨安樂得啦，我都冇能力成佛嘅，我仲追求咩呢？咁所以而家先講俾，其實唔係㗎，其實呢啲本來就係你自家財寶嚟嘅，你唔係淨係講俾人聽㗎，你自己應該跟住去收嘅。問題而家佢事前呢就係呢，佢聽咗佛陀開始大乘法，講翻俾一啲凡夫菩薩聽，教佢哋收，不過佢自己唔收。有冇啲人㗎？有㗎，有啲人喺度㗎。好啦，無愛智即四無礙辯，即係頭先講呢樣上人啦，法無礙、智無礙、詞無礙、樂說無礙啦。不云辯而云智者，以辯有智法，有智乃有辯故。所以點解四無礙智即係四無礙辯？因為你有咁嘅智慧，屬於內在嘅，裏邊呢啲智慧，你自然透過口業能夠表達到出嚟。所以佢話呢，因為你喺裏邊有呢咁嘅智慧，你自然個口才呢種咁嘅智慧，有啲咁嘅辯才。所以呢，呢個唔叫四無礙辯，而四無礙智係因為辯有智法，有智就有辯，所以其實兩者意思一樣嘅。審為審察機宜，替為替觀法性，即你能夠對機，能夠知道呢個人係咩根基，呢個係為審；對理能夠如實知道法性之理，呢個為之替。所以審替即係能夠應機應理，契機契理知機之理。由來不謬，故云常能，而且呢係冇出錯嘅，謬就出錯啊嘛。冇不謬即係從來呢都能夠做到應機應理，唔會遇到嘅情況呢就不應機嘅。嗱，其實都唔係㗎，其實我試過一次不應機嘅，記唔記得啊？唔記得啦。啊，唔係呢度冇講嘅，喺第一部經講，唔好意思，我撈亂咗，係我搞錯。因為喺唔知一陣有冇人，唔知有冇人讀，好似係咪引過㗎啦？話富樓那有一次教一個新落嘅比丘，又係教佢啲37道品啊、四諦十二因緣啲東西。咁當時阿維摩詰嚟到就話呢，你應該先觀察呢個新學比丘嘅根基，先至教佢方法。其實呢個新學比丘佢已經多生多世發菩提心㗎啦，應該教大乘法，唔應該教小乘法。咁亦都因為維摩詰嗰時同佢講咗大乘法呢，呢個比丘當下能夠憶念翻過去佢個本源。咁富樓那於是就知道啦，哎呀，原來我真係我説法唔懂得，好似維摩詰咁樣能夠去觀機説法，所以我不堪去問責啊嘛。因為維摩詰裏面前邊講弟子品裏面提過呢個故仔，我忘咗撈亂咗啊。所以由呢度睇到呢，其實都會有時會係唔應機嘅，不過嗰個係特別例子。一般嚟講呢，一般嘅發小乘心啊，佢都能夠讓佢能夠明白到，或者乃至佢能夠有啲有菩薩根基，佢能夠轉教菩薩，仲有啲凡夫菩薩。不過可能佢要對方先現時發菩提心，佢係同佢講大乘法，佢唔講發菩提心，佢唔講大乘法啫，可能係咁樣啫。佢話另外呢，不慕名聞利養，故云稱謝說法，即係佢係唔係為咗人哋覺得佢係即變成一個名人啊，受到人咧尊重，或者咧為咗人哋俾好多嘅利益着數佢，咁佢先有説法，呢個為之稱謝説法。所以確實都係㗎。我哋講佛法有一個重點，我哋唔好藉佛法嚟到攞個人利益。所以有陣時咧，我試過有一次我講一部經就講佛説，講布施啊，我最驚呢部經。
我講緊時嗰陣時喺荃灣嗰邊講嘅嚇。因為點解呢部經我唔想，即係我講要小心咧？因為你如果講關於佈施，你講咗人哋咧即刻佈施，俾人個咩感覺啊？好似你係為咗人哋佈施俾你，你先講呢部經，變咗為你養而講喎。掉翻轉啦，你嗰個佈施經就個個都唔佈施嘅，即係你根本表達唔到讀經個重點出嚟。你點樣能夠讓聽嘅人能夠明白到佈施嘅殊勝，又唔會因為咁樣咧，人哋咧為咗咁樣咧而俾你養你咧？呢樣嘢好小心嚇。當時我就驚啦，好容易會踩咗界咧。你太強調佈施嘅利益，太強調你要爭取收科嘅機會嘅話，你即係叫人喂嗱，記住啊，擺低嗰頁先好走啊咁。咁唔得噶嘛！你講完之後，大家原來冇乜所謂啦，中意就佈施，唔中意佈施，咁人哋都唔能夠發個佈施心，即係你發揮唔到嗰部經過國嘅義理出嚟。嗱，當然啦，過咗去啦，好啦，之前呢部經講嗰時，人哋唔知噶嘛，哇，點解樣樣唔講啊？六波羅蜜你唔講時間，唔講忍辱，點解講佈施啊？叫做咩？無私顯見施。但你即係點講啊？如果你俾嗰人嘅時候，佢講呢句 OK。如果當時你唔想俾嗰人嘅時候，佢同你講呢句，你就覺得喂，即係問我落可以啫係嘛？係咪先？嗱，當然嘅，其實我哋都以前原始佛教叫做福缽羯磨。咩福缽羯磨咧？就係咧，我哋對居士最大嘅懲罰係咩咧？對僧團對居士最大嘅懲罰係咩咧？唔知，都唔會打佢鬧佢啦，就係唔接受佢供養啊。所以如果有時一啲居士佢係做啲破壞僧團嘅事情嘅，搬弄是非啊，搞好多嘢啊之類咁咧，咁就會經過僧團開會，通過所有人唔去接受佢供養。嗱，你一個兩個唔接唔得，你唔接受我第二個供養噶嘛？咁供養修人咁咩？佢會令到佢增加到福報嘛。而且印度當時佢哋係好有呢個福報觀念噶嘛。我能夠供養，我就係收福報，將現世財變成來世福。但如果我冇人接受我供養，我啲財產咧兩個一生都冇晒嘅，我唔能夠培養到福。咁如果喺一個印度嗰啲咁強調供養呢啲修行嘅一個環境裏邊，冇人願意接受供養，你呢個出嚟冇人理你嘅話，你個感受點啊？而且真係你一來冇培福，二來你會覺得點解我預咗日點樣冇人理，係所有人唔理啊？因為佢經過羯磨咧，唔接受供養啊。仲有隔離咗睇到，喂，我啲供養去接受，佢啲仲有佢點單單你唔接受，人哋係咪會知道呢個有問題啊？所以呢個福報羯磨咧就係對呢啲破壞僧團嘅人咧最大懲罰嚟嘅，係供養有規則噶嘛，接受釋迦供養噶嘛。以前托缽嘅時候就係咧，佢行到某個地方，嗰家好似第一家開始接受7家嘅供養之後咧，即使佢收唔到供養都唔再供養，唔再接受供養噶啦嘛。但係中間會跳過嘅，跳過咩咧？例如淫舍啦、走私啦、屠宰場啦嗰啲，佢就唔會走埋嘅。咁啊，隔咗嗰啲其他裏邊7家裏邊，如果已經未到7家，已經我缽滿咗啦，或者夠食啦，咁佢就唔再接受第6、第7家嘅。但係如果去到7家都係可能冇食物，乃至空缽咧，佢都唔接受第8家噶啦，嗰日就捱肚餓噶啦。所以都點解咧？你睇到就有時僧團咧，佢哋得到食物咧，唔係即刻喺中途食嘅，係翻到去精舍之後咧，再平均啲食物嘅。嗰就因為叫做利和同均，因為咧每個人同眾生嘅因緣唔同，福報唔同。你遇到一個福報比較該收福收得冇咁多嘅，福報比較差嘅，或者人緣冇咁好嘅時候咧，佢遇間去到托缽托嘢冇嘢食嘅時候，你唔大家都係增長佛者，你唔忍心話我就食到飽飽啦，佢就捱肚餓係嘛？咁
有福報嘅、緣人好嘅、得到多供養嘅，咪分一部分俾呢啲係福報差嘅、人緣冇咁理想嘅、得唔到食物嘅人咯。咁樣變咗就大家都能夠有食物去好好修行過嗰一日啊嘛。呢個就咁做法。不過呢，嗰個規矩就係呢，如果佢7家都冇，即係證明嗰日福報唔夠，咁呢佢就唔好夾埋8家、9家、10家拖到有為止。呢個係以前托缽規矩嚟嘅。所以呢度所謂呢就係呢，呢個富樓那佢本身唔係為咗得到人嘅供養，唔係希望人哋都話哇呢個富樓那説法好叻咁而去説法。佢説法就係讓大眾能夠明白到佛陀嘅開示，將佛陀所表達嘅解釋清楚俾人聽。所以佢就係清淨説法，亦都係説法第一。無疑惑者法明了故，點解能夠令到眾生聽法者能夠冇疑惑呢？因為佢講得好清楚，分析有條理。智無礙故，因為佢有呢個智慧能夠表達出嚟。機教審諦故，能夠説法係契機契理。清淨無私故，佢唔係以一個私心去説法嘅。嗱，有時都係會有私心嘅，好似頭先我講，哇！你點解講布施啊？因為希望收多啲供養，係咪私心啊？或者甚至有啲人嗱，你呢供養個精舍俾法師咧，有幾多好處㗎？你點都要講，我只係上嚟供養個精舍俾你。嗱，如果咁樣呢就唔叫做清淨説法，呢就叫做唔係無私。凡事皆不能無疑也，因為佛能夠做到説法好清楚，能夠去有個智慧去以融會貫通，能夠審諦對方根基，能夠對教理有一個如實之見，亦都呢，佢為説法而説法，而唔係為咗其他目的去做作，所以佢能夠做到聽嘅人能夠唔起疑惑。OK 啊？好啦，跟住提到佢話具足菩薩神通之力，隨其壽命，常修梵行。嗱，呢句説得更清楚呢，富樓那本身唔係一個阿羅漢，係一個菩薩，因為佢具足嘅唔係阿羅漢嘅神通，係菩薩嘅神通。咁咧你話啦，喂，阿羅漢神通同菩薩神通有分別嘅咩？有冇分別㗎？喺邊度？咩分別啊？阿羅漢神通不及菩薩神通，阿羅漢神通未必係用喺你眾生方面，所以佢係具足菩薩神通之力，隨其壽命，常修梵行，而且呢，佢終生都係呢以修梵行為目標。剛才提過啦，梵行有2個層次噶嘛，一般嘅所謂梵行就係呢，讓你能夠生到色界天，就叫梵行啊嘛。所以色界初成叫梵眾天、梵苦天、大梵天啊嘛。乃至整個色界天屬於梵界，屬於梵天。但另一個就指呢，能夠讓佢離開生死輪迴嘅，能夠成為一個阿羅漢嘅，為之梵行啊嘛。所以佢就經常都係修煉。當然啦，富樓係咪追求生天呢？富樓已經唔會追求生天噶啦。所以富樓所修梵行指，即係指呢，修嗰啲係解脱成嘅行，令佢能夠解脱生死，唔會受六道束縛嘅呢啲梵行。彼佛世人咸皆謂之實是聲聞。嗱，一般人呢都以為富樓那只係一個小乘阿羅漢，一個聲聞人，只係追求解脱啫。而富樓那以施方便饒益無量百千眾生，但其實富樓那本身係內備菩薩行，佢善聲聞係為咗饒益呢啲只係追求解脱嘅眾生。嗱，呢個就亦都等於翻之前頭先講嗰個長者嗰個情況。佢點解要着一啲隨分衣去親近呢一個小朋友啊？因為如果佢現一個長者身嘅話，呢小朋友根本唔敢親近佢。同樣地，如果富樓那以一個菩薩身份嘅呢，佢先係接引嗰啲想發菩提心嘅人，唔能夠借一啲希望能夠從生死輪迴出嚟借阿羅漢嘅人。於是呢，佢是一個聲聞身，令到大眾覺得比較親近啲啦。我希望得到解脱，而遇到呢一個亦都係追求解脱嘅人，我係咪問佢如何修行解脱容易啲啊？因為佢就係追求解脱，而呢，我亦都追求解脱，佢係收緊解脱嘅方法。我未懂得嘅時候，我問佢就比較相應啦，而唔係問一個佢發心3世一世亦都唔走嘅，
依賴喺度度眾生嘅，你問佢點樣出嚟生死咧？好似有啲自卑感喎。呢個對咗菩薩問點樣做個治療學係嘛？所以佢就現一個聲聞身嚟到饒益呢啲眾生，亦都係咁樣咧，大家覺得容易親近啦。於是咧就令到好多眾生得到利益，所以話饒益無量百千眾生，又化無量阿僧祇人，化好多人。但係饒益同埋化分別點咧？就話咧，饒益就令佢能夠知道如何出嚟生死解脫，再進一步咧引導佢哋發菩提心，所以咧變成佢哋咧化呢啲人咧能夠立無上正等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咧發心去成就佢哋菩薩淨土啊！呢個就係咧佛陀所做嘅，上咗佛時教化眾生，不斷利益眾生。咁呢度咧睇先，上邊都補充翻啦。嗱，上邊嗰度咧頭先冇講到計眾嘅，跟住就話以道大神通，具四無礙智，知諸根利鈍，常說先正法。等佢前邊嗰個由於諸佛所說空法，明了通達，得勝無礙，常能審諦清淨，說法無有異，係嘛？兩一對嘅啊，都係講佢有神通、有辯才，能夠知道眾生嗰個根基，能夠說法咧係清淨嘅，唔係為咗名聞利養，為咗種種嘅私心去說法嘅。咁而家呢度都係啦，個偈頌就係咧，演唱如是法，教諸千億眾，令住大乘法而自證佛道。所以佢教呢啲眾生咧，讓佢哋能夠發心出嚟生死，乃至安住喺大乘菩薩城之中，亦都從而成就淨土。嗱，呢個而自證佛道，包括富樓那喺呢啲過程裏邊，慢慢成就佢將來度生佛土，亦都讓呢啲發菩提心嘅眾生能夠去修菩薩道，成就佢嘅淨土。因為之前解釋過啦，菩薩有淨土噶嘛，有時先能夠度眾生，冇淨土唔能夠度眾生噶嘛。好啦，喺《法華經》智章所就提到啦，我哋講埋呢版啦。神通之力，指諸佛方等所說。如今方等會上，多名菩薩不思議神通是故。即係咧，呢所指嘅神通係指方等經裏邊所講嘅呢啲嘅神通境界，就好似而家喺方等會上邊所說嘅菩薩神通境界一樣，就指呢方面。即係所講嘅係具足菩薩神通之力，就指呢啲方等會上嘅菩薩。呢多數咩菩薩嚟㗎？嗰啲未到地上菩薩㗎，因為點解啊？方等會上菩薩咩菩薩啊？係嗰啲回小向大，已經係證咗阿羅漢果，跟住咧從出離心變成菩提心嗰啲啊嘛。嗱，呢啲菩薩有冇神通啊？有啲有啲冇。因為阿羅漢有兩種，為解脫阿羅漢冇神通，俱解脫阿羅漢有神通。佢有阿羅漢未發菩提心已經係有個神通㗎啦，但係因為佢能夠發呢個菩提心嘅話咧，佢嗰個神通亦都會隨著心同埋修行，亦都會係更加嗰個神通力係大啲嘅。因為啲神通有分噶嘛，鬼神嘅神通同佛嘅神通根本天淵之別，係咪？好啦，具足者成就義，即係咧具足菩薩神通之力，就係能夠修行成就呢啲菩薩嘅神通。剛才講明啦，係指方等會上嘅菩薩。然滿持於諸佛方等所說，不為但能護持，而且於諸菩薩神通實能具足。即係咧，佢唔單止係用佢嘅辯才去護持佛法，而且咧其實佢已經具足菩薩嘅神通。當然佢係即係方等會上嘅菩薩嘅神通啦。因為佢唔單止係講咁嘅嘢，亦都有修諸功德噶嘛。佢能夠修諸功德，咪能夠引發佢嗰啲咁嘅副作用，能夠神通咯。實能具足成就，簡非智類焦芽者比。即係話咧，佢唔係嗰啲唔肯回心嘅定性聲聞。焦芽係指定性聲聞，唔肯回心發菩提心嘅，只係追求做成一個治療學出嚟生死輪迴就算啦。隨其壽命者，若從生至沒言。即係咧，所以隨其壽命者咧，即係盡此一報身。當然啦，因為點解佢淨係盡此一報身啦？因為佢係外現聲聞相，
所以佢唔講嘅係咧發心係三頭一生期嘅去度眾生嘅。但係其實佢有冇咁做啊？有，講才講啦，佢喺千億佛所已經做呢樣嘢啦。過去千億佛，將來會亦都有千億佛所可以做呢樣嘢，有可能，因為佢已經慣常咁樣，諸佛出世佢都示現一個係辯才第一嘅阿羅漢嚟到輔助呢啲佛，唔係最後一次嘅。但係佢示現就係話咧，佢今生就進入阿羅漢就算㗎啦。咁呢個係示俾人睇嘅啫。而滿持於諸佛會中，不為明了空法，具足神通，而且隨其壽命，從生至末，常修清淨法，能饒益同人也。呢即係都解釋咗啦，就滿持咧就做咗呢樣嘢啦。頭先應該係我睇下後邊嗰個係咩度先？後邊新嘅。咁我哋今日就去到先，大家有冇問題啊？大家有冇啲今日有冇啲問題係想提出嚟嘅？雖然我鬧佢，但大家可以問嘅，唔係個個好似問埋啲鑽牛角尖嘅問題。有問題啊？冇。你哋咧問咩？講住，講出啊，講出嚟，反正唔鬧你。講啦，講出嚟啦。定冇問題啊？唔敢問。如果冇問題，回響噶咯。不過可以大家落咗堂再問都得嘅。好啦，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好啦，我哋下回分解。